Hello， 大家好，又係我 Christina， 今日想同大家介紹屯城匯5座一個有海景嘅兩房單位。呢個單位實用面積527尺，我哋而家入去客飯廳參觀下啦。業主之前呢個單位係自住㗎，所以佢係做咗好多嘅入牆裝置。喺客廳呢一邊咧，做咗個到頂嘅電視櫃，裡面仲有好多收納嘅空間。再行前少少呢一邊飯廳嘅位置，亦都做咗個 L 型嘅一啲吊櫃啦，同埋一啲凳可以喺度坐啦，或者食飯都可以嘅。而廚房咧就會喺大門口嘅旁邊。咁呢一隻開積咧，亦都係屯城匯最多客人喜歡嘅開積嚟嘅。佢呢個廚房咧係長方形嘅設計啦，同埋有一個明火煮食，咁相信好多家庭客咧都會中意嘅。我哋而家去望下個睡眠區啊！因為業主之前係自住嘅關係啊，所以咧兩個房間都做咗好多入牆嘅裝置。客房呢度咧有張雙人床啦，同埋到頂嘅大衣櫃，而旁邊咧仲有一個書台。呢個書台咧都幾實用嘅，我覺得上面仲做咗啲吊櫃添。而主人房呢一度咧，佢嘅設計咧同客飯廳都係相同，用咗一個白色同灰色做咗一個主調去做設計。一張好大嘅雙人床係放得落，完全係冇問題嘅。同埋一個到頂嘅灰色大衣櫃，旁邊仲有少少嘅位置可以做張書台仔添。而浴室呢一邊咧，佢就係比較原裝嘅設計啦，除咗一塊大鏡咧，同埋有浴缸，旁邊仲係有窗嘅設計。呢個單位係鎖匙盤嚟㗎。如果你哋都有興趣睇，歡迎隨時揾我 Christina 睇樓啊！我嘅直線電話係68062991，下集再見，拜拜。